政府吼，这个消防公车对咱新化地区吼，尤其咱大坑里、跟大坑里吼，这甲偏远的中部时段吼，若要就医，还是要去咱新化街啊，还是要往咱市内吼，当然是真好的一个施政的措施啦吼。为咱这个山区的偏远地区来做了这方面这个交通，带来互咱这山区这个老伙仔真大的这个方便。有真侪所在吼，必须要是毋是搁干提升一挂，就是讲这个点、这个据点呐，爱来扩大，爱来增加。我们把原来的绿14跟绿15的2条公车路线，把它变成是小黄公车路线。我想这个对于在地的居民的需求会非常的便利哈。那小黄公车的特色就是，它有预约班次，所以除了我们保留原来的这个尖峰学生比较多要搭的这个大车班次之外，把离峰的班次通通变成小黄公车。另外是因为变成小黄公车，所以在这些固定班次以外，就可以来预约搭乘。刚刚沿路从172线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非常狭小而且弯弯绕绕，确实我们用计程车的车型来服务是最佳的，而且效率也最高。那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在上半年就开始规划第5期的小黄公车路线，总共会有11条。那都开通之后，会把行政区扩展到27个行政区。咱这小黄公车呢有2种方法。一种是固定的班次，就是甲咱一般坐公车相同。哦，你当站牌仔看时间表，时间到的时阵车驶来，记看到这个小黄公车的牌仔，会记甲下手，车就会停来，互大家当来坐。哦，第2种呢，会当来用预约。若要预约咱小黄公车，就是上班前一天下晡5点进前，哦，打电话来咱这个公车的公司，哦，就会当2个人以上，就会当来预约订车。而且咱站牌1公里以内，可以当到府接送来服务，哦，非常的方便，欢迎咱乡亲多多来利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小黄公车的好处，我相信经过我们多次的说明，大家都知道了，是计程车的服务，这个公车、大巴士的收费，对环境也好，减少排气减少废气。那对这个消费者也好，因为他们的享受会更舒适；对业者也好，因为他们的成本可以降低；对政府也好，减少碳排，大家都高兴，所以是一举多得的一个政策。台南市的公车、小黄公车的覆盖率已经高达超过92%，达到公路局的标准了哈。那我们是从55%哈，从108年从55%的覆盖率，一直到92%。这几年来，交通局的努力哈，大家都看得见。那也感谢业者的支持，更感谢我们交通部公路局经费的支持，让中央跟地方协力，提供民众交通的便利。希望小黄公车的政策能够持续，让服务更多偏乡的民众。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1月初2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的跨年除了有演唱会之外，在中西区7号宫嘛安排卡景祈福活动，有侪无同的宗教朋友主持一教，斗阵敲响祈福钟声，替台湾祈福。民间宗教团体伫2009年发起敲钟祈福活动，举办迈入第6冬。今年大约有200间宫庙以及教会等跨宗教团体共同响应，更吸引真侪市民大众热情参与。市长韦特、立委林俊宪、议员沈振东、陈怡贞也拢一同出席，共同敲响祈福钟声。是福宫是上早开始做这个敲钟今年已经第6冬所以咱选择伫府城敲钟的第1间寺庙咱的祈福宫来做伙三个到底是非常的欢喜。其实咱对去年开始到今年，有几啊百间的宫庙寺教堂教会以及其他的宗教的团体
做伙来做，其实无共款的宗教，但是敲钟的这个意义重视是一种的感觉，就是讲追求和平，追求心灵的平静，嘛，互咱的个人、家庭、甲城市社会更较好。参与响应宗教团体包含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以及道教等跨宗教派别。市长委特感谢各宗教团体共同支持宗教优质化政策。这次跨年口钟祈福活动，串联上百间宗教团体共享盛举，以钟声替代鞭炮声，为新的一冬祈求平安顺遂、福运满满。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商业总会特别邀请经济部长郭志辉南下甲百工百业座谈，听取大家心声。另外，伊嘛表明，2025第一个上班日就来台南，是因为总统赖清德有交代爱优先处理。2025年第一个上班日，台南市商业总会领导强军，因为所有112个基层工会理事长拢受邀请甲经济部长座谈，同时透过立委陈廷辉邀请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南下，正式将提案做成国际答复。特别是台南有这传统产业面临困境，希望解决经营的难关。同时宣导30人以下的微企业有贷款补助的好消息，做回来拼经济。包括过去的传统产业一路到现在，所以我相信商业机能跟商业的力量，我们不能忽视。而且我们要怎么让它重新有一个被重视的感觉？所以今天我特别让经济委员会安排这样的考察。邀请了我们的经济部长郭志辉部长来听我们地方的声音。我们部长也是科技业出身的那个总裁啦其实他们距离足近的啦，跟我们的距离很近的。他蛮有想法，还蛮有理念的一个部长，所以我感觉讲迄个阮经济部应该咱的阮的中小企业这块会当后壁较顺畅的这个经营呗。企业出身的经济部长郭志辉都来听出基层工会心声，勉励大家一定要创造机会，走向全世界市场以外。嘛强调新的一冬头一个工课就是先来台南，因为总统有交代。总统嘛有一个交代啦，爱为伊所拍拼的所在，开始拍拼的所在若有啥物困难啦，优先处理啦。会中部长嘛针对立委陈廷辉所关心申报电厂基欠电荒21亿外回馈金议案，表达全力支持。包括回馈金的部分，那么就依照我们能源署的电业法在108年的一个处理来做一些要求申报，要做这样的一个回馈地方的要求，管线要有这个装设侦测系统。让我们的民众可以了解到底这个管线是安全的或是不安全的，所以这个部分变成说，经济部跟能源署都是全力支持。那我们在今天经济委员会也邀请了经济部相关单位来向我们所有的市民做报告。那我们跟所有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父老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意见，那我们来整合，我们来全力来配合。这单会中全台为伫台南才有的赤手工会积极争取成为全国新创示范基地。另外，甲输路甲热水器等节能的补助，会中工会嘛提案争取经费并延长补助期间。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台南市3天前针对高中小实施夏令检测，成绩无好的学校会由辅导团二班管考。有学校为了求好，引发未少乱象。教产工会表示，这项政策让这些老师怨叹压力伤过大。教育局回应会持续修正，跟学校加强沟通。为了提升老师的教学，台南市教育局为110年针对国小3年到高中2年进行学力测验，只要成绩排伫后壁30排的学校，地方列做重点辅导对象，甚至有辅导团二班管考。教育局这个方式是出发点是袂歹啦，
但其实嘛是爱考量到学校的行政作业，还有需要迄个接受辅导的囡仔，卖用强迫的方式，或这样代志会当愈弹性，我感觉那是愈好啦。城乡有差距啊，然后班级跟班级之间，本来在分配学生上一定都会有不一样的特殊生或者是特殊的状况，那这些呢？有一些有1、2个学生特殊的情形的话，一定会把整体的成绩拉下来。这项政策引起不少讨论，因为唔那造成学校行政困扰，有的要求好成绩，让学生一直做考古题。高三工会日前发起联署，有超过4500名老师无支持现行模式，希望会当有更多元化、更自主的方式。在入班观课，老师为什么会觉得这么反弹？是因为老师的观课，其实在法令上是我自主性的认为我的教学需要成长，所以我才来观课，而不是教育局认为你的教学出了什么问题。学生囡仔的学习的表现会当提升，要这个提升的过程当中，所有老师共同来提升伊的专业职能，这部分是教育局诚心要来做这件工作上原始的目的。教育局表示，并无强制入班观课，老师会当依照测验的数据调整上课内容，也是由专家学者共同讨论改善教学方法，和学生课业持续进步。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台南市教育局2024年中成果发表会，邀请学校师生及家长等团体代表共同参与。局长陈新辉以定根基础影响未来做愿景，说明一冬来的教育成果，希望在新的一冬会当继续打造台南教育的新风貌。以师生背后翻山的影片揭开序幕，教育局年终成果发表，强调教育之路艰辛袂孤单，历年国小学生嘛坚决向前教育的每一个重要道路。感谢教育局点亮我们的启程，让每个孩子们在爱与希望中启程。我们带着这份光芒，愿它持续照亮我们的未来。台南市教育硬体建设、教学软实力政策表现相当的好。包括投入超过55亿，改建优质学习环境，首创公幼延长照顾，嘛推动 PBL 专题学习模式，所谓容易课中差异化教学等等。扎根他们的基本学历啦、美学创思啦、问题解决啦，甚至影响未来里面蛮重要的智慧科技，还有全球沟通力。我想我们都逐步的在往前推动，而且绩效都看得见。很多的县市也都相当羡慕我们台南这样的成果，甚至说我们台南跑得太快，他们都快赶不上了。在教育团队、校长、老师、家长以及学生的共同努力之下，嘛受到侪全国性奖项的肯定。不过，幼儿园常常发生违法的事件，让一些家长相当烦恼。除了办理延续宣导，嘛看三大幼教协会共同宣誓，我们内同零容忍，共同来守护我们的幼童。那也跟所有的师幼的这个园长跟负责人呢，再一次的拜托，肯认他们对于整个幼教的贡献。但是园里面只要有1个或2个，那不是那么适当的教保人员，就会坏了一锅粥。教育局爱守护每一位学生的教育路程。未来学习环境会持续优化之外，嘛将发布国际教育中庭计划，头摆推动英语自由教育方案，打造台南教育全新的风貌。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探索台南上在地、上好食的料理，加总铺西的精彩故事。观光旅游局伫台南4摆尾声出版《台南美食名图》这本手册，当中有22位知名总铺西、44道经典手路菜，嘛有侪推荐景点甲美食，资讯相当丰富。
2004年今年尾声，邀请4大总决赛所办的台南400宴，这是一个完美的据点。观光旅局延续办的文化体验以后，嘛甲文书工作者张云书合作，出版台南美食名图的手册，结合阿勇赛等22位总决赛，推出44道上有特色的手路菜。以及因所推荐的景点甲落地啊美食相当有看头。其中有一条嘛肯定这本手册价值连城，邀请大家跟对因的分享来一段美食之路。借着我们这本美食手册，一定能让更多好朋友能了解台南。那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不管是用 QR code 或是能够实际上购买这本美食手册，都是让你觉得 CP 值超高，绝对回头率超高，踩雷率超低，最好的美食就在台南。记者会中，市长嘛以甲所有到场的总决赛以及因经典的手路菜来留念，每一道菜拢是传达情感甲记忆的美味，竟是成就一位知名总决赛料理精神。像我做戏班啊，骹路手路搬了无势，有人看会出来。人咧嫌，这来纠正家己安尼，所以变讲人我拄仔讲众口难调。其实你若搁换一个角度来看，料理非难事，你若有用心去做的话，就你的。加上简单的事情重复细做，你就是专家；重复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赢家。在台南在地总决赛共同推出招牌料理的宣传之下，嘛，互咱共同来迎接新的年度甲精彩人生。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每一天接送身心障碍朋友的护空巴士，目前有156台，多数拢是民间企业，也是个人捐赠。日前，裕泰电子因为肯定台南推动长照2.0的服务成果，佮捐赠1台，由市长黄伟綽代表收证，场面温馨。伫码头将属印刷设计加工的裕泰电子总经理郭章辉，因为感念台南推动长照2.0对时代有真大帮助，所以特别捐赠1台富冈巴士要来回馈故乡。市长黄伟綽甲消局长嘛代表市民受证，场面温馨。这样的富冈巴士，我们都会做最好的运用，来协助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这个尤其身体比较不方便的市民朋友们，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代步的工具。那这个车子应该是可以上2部轮椅哈，那其实非常非常实用，而且效益非常高的高顶的，然后扶持可以上2部轮椅，那这样再送的这个效益又更高。所以非常谢谢裕泰，感谢郭总，还有郭小姐，还有吕女士哈，还有李小姐。这样子的一个用心，那我们一定会好好的运用这部车子。市长委贴就年到大，总共受证71台富康巴士，经过太古换新，目前有155台小型，1台中型，每一台车平均拢提供超过25万座的服务，麦当看出富康巴士交通接送的服务需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阿弥陀佛关怀中心伫非洲设立驻点满20天，为了感谢善心大地人士 ，ACC 的28名儿童来到台湾进行感恩之旅慈善巡演，当中特别安排小朋友到关庙区和敬之面场参观，和小朋友亲自动手做关庙面。ACC 史瓦蒂尼来台举办行愿非洲感恩之旅。巡演的空档，学员们来到关庙区和敬之面场参观。家族3代都在制作关庙面的杨金龙亲切分享各种制面知识，并让这些小朋友亲身参与制作关庙面的各个流程。我们今天来到关庙面的杨老板的这个工厂，实地的来了解制作面的过程。那对孩子来讲是感到十分的新鲜啊，尤其他们在台湾最喜欢吃的就是面食。那因此在今天的参访当中，孩子们很认真、很用心，也很开心，借着这个制面的过程了解台湾的美食。师傅
告诉我们，这个非洲的小朋友很喜欢吃我们河津的关庙面。然后我说，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有个机会让他们来我们河津制面厂来看一看，关庙面是到底怎么生产、怎么制作，让他们了解一下。因为在非洲的话，物质可能比较缺乏，所以说他们对我们的河津的关庙面，吃了就觉得很棒啊。所以说我就想说，好，当然有个机会，好让他们来这些师生来我们参观一下，来教他们说，教导一下他们关庙面怎么制作。从和面、晒面、翻面到包装，每个步骤都让学员们感到新鲜有趣。学员青青说，希望能把相关的知识带回非洲，帮助国家发展。其实我们在非洲，你要跟那个人说这个面是用面粉做的，其实很难相信，我也是很难相信。然后今日来这里一看，果然名不虚传，这个真的是用面粉做的。然后还有不同的面粉啊，什么中筋啊、地筋，这些都吃起来会给你不一样的那个口感，还有这个过程也不一样。所以呢，学到了这些，其实回到非洲是可以用这些东西，用这些知识，去发展我们的国家。对，然后就带这些，让更多人知道说面粉是怎么做的。因为今天我来了，就感觉真的很不容易，从里面一直到外面的这个过程也很不容易，还有再加上那个也要靠天气，因为这个是要晒，对，然后晒了以后呢，这个面才会有那个有效，才能就去卖。协会表示，非洲马拉维布兰代阿弥陀佛关怀中心自2004年启用以来，迄今已20年。行愿非洲感恩之旅在台湾北、中、南各地演出，在台南的部分，1月4日在国立成功大学演出，感谢台南地区的善心人士。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旧历过年就要来到开平餐饮学校推出由学生主导的年菜专案，邀请专业总铺师甲老师设计出11道风味特殊的中西创意年菜。上小的价小只要380块，以实惠的价小满足无同家庭的需求。用热油将鱼炸的表皮酥脆，让外观定型，鱼肉保持软嫩。接着在豆瓣酱之中加入葱花、蒜蓉和辣椒，炒出香味。再将炸过的鱼放进酱汁中，让味道融合。最后进行摆盘，淋上酱汁，就完成这道鲜香微辣、色香味俱全的川蜀红韵豆瓣鱼。这道料理是豆瓣鱼，然后我们年菜的选择菜名叫做川蜀红韵豆瓣鱼，因为川蜀就是表明它来的地方就是它就是川菜，所以取名叫川蜀。那红韵是因为它的酱汁的颜色橘红，然后我想取一个谐音红韵，来祝大家那个好运当头这样子。然后这道菜它的特点，它是它的汁红色亮，对，然后鱼肉软嫩，然后它的口味呢是咸鲜微辣，然后带一点酸甜的。然后搭配它的软嫩的鱼肉，然后很下饭。因为它的鱼肉有稍比较软一点，所以可以适合小孩或老人食用，都可以。就是口味上我也没有做的就是像他们比较道地一点那么辣，就是它只有带一点点辣而已，这样子。为了激发学生的创意，学校还特别举办校内选拔，让每位学生设计一道具有文化意涵，也可以量产的年菜菜色。其中得到金牌的料理是这道开平金牌富贵鸡，改良传统叫花鸡，以面皮取代泥土包裹，融合家乡饮食文化，带来创新的年菜风味。因为我本身住在迪化街，那我是利用了我家乡的饮食文化。他们家乡饮食文化就是会有干货之类的，那我会就是融入了这些干货，加在一起以后，然后去做就是变换这样子。我所改编的就是传统的叫花鸡，那它就是复刻叫花鸡的做法，只是我巧思就不同的点是把它转换成就是可以食用的面皮下去煨烤而成，那以往都是以泥土下去包裹而成。那这个就是我就是富贵鸡变换的巧思，就是像大众口味，通常鸡肉比较能接受的就是蒜香的味道，所以我利用了就是蒜香的味道，还有带有点淡淡的清的荷叶香。其实我失败过非常多次，我那时候原本刚开始
不是长这样。刚开始就是会有烤焦啊，或者是面皮就是会有点黑啊，所以我至少应该有试了10几次了，10几20次了。后面就是最后就是有跟师傅这样讨论下来，就是有慢慢的这样做更改，像如今的今天年菜这样子。中餐教学主厨朱华庆表示，这次专案让学生自己创意发想，设计符合过年寓意和团圆气氛的菜肴，并挑战大量制作的食物训练，是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这次都是让学生自己创意发想，那我们大部分的菜都是符合我们过年的一些寓意，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有团圆气氛的一些菜肴。那学生的创意其实都蛮特别的，就是我们以前有很多道菜都是以前没有出现在年菜过的菜肴。那我们其实学生都是用原始的材料，都没有增加一些其他的添加物，我们也没有放味精这些去做料理，所以能煮到这么好吃，那真的是让我们很意外的。整个年菜设计就是让学生可以经过这个量化，因为一般的学做菜只是一道菜一道菜做，那年菜的设计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就可以让学生接触到一个大量制作。那大量制作其实就会面临到很多的问题，第一个成本的计算，那再来就是制作的安排，那它如何在这个新鲜，因为我们没有加添加物，那你必须在这个食材可能我们进来到出货大概只能在2-3天之内就要制作完成，那怎么去安排这样的一个制作方式，那对学生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他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安排的练习，他们就会知道说，那怎么去制备一个大量的，比如说我可能今天要出50只鱼，那跟你出1只鱼是差很多的，对，那对他们来学习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空间。当然就是团队合作，因为这种做菜都是一个团队的，对，在做。那除了这个现场看到的，那增加就是一些文书的能力，还有说菜。因为像我们这个年菜竞赛也包含了说菜，他们要对自己的菜肴有很多的认识，那能够很清楚的讲出来它菜肴的特色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成本的计算。那当然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以营业为目的，就是能够让学生未来能够跟业界接轨，能够顺利，所以他们的做菜除了这个菜能够做得好吃，也要能够卖得出去。那对于售价的怎么去定，然后怎么去计算成本也是非常重要。那对于他们这一部分的学习是非常多的。执行长工作主要就是出餐，那就是像我们年菜的订单都是由我跟着另一个学长姐就是一起这样制作。最困难的工作就是要就是大量制作了。那大量制作像小份的1小份这样一直烧，这样很容易就是像是我们要冷冻包装。那冷冻包装鱼有可能就是在冷冻的过程中碎掉之类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换一种方式就是变换这样子，就是比以往就是实做一份一份这样做，真的来了非常大的提升。享一尝学子们的超凡手艺，年菜专案从即日起到114年1月22号开放订购。开平餐饮学校透过竞赛与实作，让学生累积实战经验，将年菜文化与创意巧思结合，为新年团圆饭增添幸福与美味。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初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
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